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在的新闻，我是齐英莹。甚至开始来关心风台消息。昨本来伫菲律宾东边海面所形成的热带性低气压，今日早起8点时已经转变成为轻度风台。气象局宣布讲，这是今年第22岁风台，叫奈格。拜六的时呢，北部、东北部拢会落大雨，估计讲这个风台对这个李宋岛过去后来登北平，比较较有可能进入南海了后，再个往北来刷震动，佮对这个台湾的威胁呢比较较低。上紧拜六会增强为中度风台，啊，即敢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就要看后礼拜风台路线的变化来决定。路口的天气真好，民众骑特别出门，不过这个好天真紧就要结束。今天一直到29、30，台风大概是朝偏西北西，接近吕宋岛的中南部这个地方。好，那大概要到30号通过吕宋岛，31号到1号，慢慢的开始有北转的趋势。内个风台正式扫过来看一切图真侪条路线，不过若是为吕宋岛直接交向台湾，威胁也是上大。比较高的几率可能是通过吕宋岛之后进入南海，再慢慢的往北移动。那如果按照这样的路径趋势的调整，相对的对台湾的影响就不至于像往东边直接北上的这种影响程度那么大。气象局讲，上个拜六内加对变强做是中度风台，不过安怎行也唔知影。后礼拜一也是关键，到时阵地知影敢会发布海警。台湾风台论坛，人民前嘛抛出未来10天落雨模仿图。台湾红基期有真侪叫雪所在，有一搭乌乌伫咧宜兰，也就是落雨也是上大港的所在。不过根据气象局说明，礼拜一到拜二北部、东北部会落雨，不过影响程度嘛是爱看风台路线。提醒民众，拜六礼拜山顶海边的所在上好莫去，可会发生危险。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